小妹，不管我是毋是奸细，拢轮袂到连庆瑶伊来杀我。我是皇族的人，如果有皇上发怒，伊绝对袂将我定为死罪。想袂到，我竟然死在连庆瑶的手头。小妹，我死得足唔甘愿的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！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连庆瑶害得家破人亡，互你伫个九泉之后会当灭亡。满人、汉人、蒙古人，大小的官员，这一摆以及就地方的神事，全部拢爱甲伊请到位。这次的婚礼一定爱办去真热闹才会用的。岁爷，来，你紧来甲我斗看这名单上是有漏掉，啥物人请无着无？这次本将军甲彩丽军士的缘分啦。若是，互咱请无着的人，伊会感觉真无面子哦。岁爷，我即马伫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听见无？我真希望讲会当无听到，可惜的是，我听甲清清楚楚，一句都无去互漏。岁爷。连某是念在你文武相传，所以不但对你十分的礼遇，尤其我把伊看作是新北的看台。你今仔日是安怎？哪会这种态度呢？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替徐姑娘抱不平。水牛对你情意真，这个世间难做第二人，窜入龙潭只用你救，也含只有可惜的梦自心。将军啊，好你两人一定亲，做主是恁大夫人，你今日彩礼运机顶，也见着水娘，你要怎样啊说明？水牛早已该出天啊，心中就来往旋涌，连无讲过，宽宥中啊，三车四车，这嘛是平常。你讲过宽中市的无讲，话出如风，你着爱提防。言出手剑，你无轻放，也讲过真主是好难当。谢文清，想袂到，我以为你是为鱼翠娘是伫咧抱不平啊，竟然你会讲即种遮尔才无介意人听的话，敢讲你毋惊了本将军受气吗？有道是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假使我若毋是大将军你的新北人者，我就袂安尼讲。哦，如果将军恁若是听了会受气者，你就甲我处死嘛。我无想要将你处死，但是你爱甲我讲老实话。是啥物代志？你的心肝内爱鱼翠牛对？若无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关心伊呢？看来鱼
鱼翠娘对你嘛是袂歹，若无安怎有啥物话就要来对你讲？如果你两个人若是有相爱，本将军会用来做成你。李清瑶，无猜你管好无阮大将军，你竟然会遮尔糊涂！我不应该帮助你，更加不应该牺牲一切。你除了还要出征立功，你啥物话你拢做无要紧，你啥物话你都无咧关心。你对鱼翠娘遮尔无情无义，莫讲是我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搁再见你啊！原来伊是查某呀！惊天秘密千里问，无伊听着永情君，温酒陪伴是可恨，下至斩杀已满分，定将军令避风鸣，轻摇注定本桥名，西南风花已平静，该杀连无眼中钉。不敌大河将来临，最用美人俏盈盈，温柔向西迎向天，频频款情飘逍遥。故乡山头影，因你好运有明天。好酒啊！大将军，来，来啉茶，哈。大将军，对明仔早起，我就无要搁陪你啉酒啊。为什么？你遐的部将，我参像拢真怨恨我呢。哎呀，你插遐个部将，连皇帝都爱听我的话，这种有什么？你唔免管，唔免管。大将军，皇上伊是君，也你是神，伊是安怎就爱听你的话咧？这袂晓讲，这袂晓哎呀，大将军，你莫困啦！你我叫你起人的好奇心啊！你一定爱甲我讲，你讲。你紧莫甲啊吵！讲嘛！我酒醉，我互我困一下好哎无？呀，哼，我才不卖相信。皇上，伊若肯听你的话啊，一定是你伫咧骗我。不，我无伫骗你。我讲互你听，我讲互你听。来，你紧讲啊！皇上啊，伊若毋是专靠我，到这样阵还阁是有委屈哦。伊是要安怎定治？这句话是安怎讲嘞？大将军，你紧讲嘛！先王本来就是传位庙14阿哥，我
我就代替一回来，改第四哈哈，我将大清国的历史改我会讲哦，我会讲的话你唔通甲我传出我是会杀你啊！拜见兄嫂人啊！别，兄嫂人啊，你一路伫遐远来到遮吼，一定足忝的啊！你坐落来小休困者好无？阿某啊，查某人，你嘛足忝的吼，你嘛应该爱醒一下。老管家，啊你安尼行遮尔远啊吼，一定足疲劳的。你爱量早休困，啊我赶紧命人去准备酒菜吼，通好甲恁接风。等，哈，哦，我伫咧遮尔远来到遮，安那？这个府内主人无伫咧是？安怎？哦，敢讲连路面一个也无？就是讲，哪会姊夫无出来？啊，颠倒是恁两个甲人伫遐无闲试吵，大尾毋食着，细尾才伫遐切着啊！啊，倒的啊！哈，人我哦，叫是讲哦，你就是遮的主人，啊，你也甲人做大将军呢。甲我做大将军吼，我即马就有若包查某伫咧眠床烧啊啦，啊，变哪有时间通我去接你？你讲啥？你搁讲一遍啊！你听我清楚吼，好佳哉，好佳哉。熊啊，哈话啊，轻摇呢？好意哦。阮连大的吼，出去啊！啊，无伫个，无伫个。上妃呀，夫人，你是庆瑶新北的副将，大概伊现在伫倒位，你敢会知才对吼？大将军伊，伊出去啊啦，出去啊，吼对无？出去啊对无？出去吼，出去出去啊！小曼呐，恁这个翁哪会遮爱讲话？你毋着赶紧想看有啥物办法，叫伊较莫讲。啊，大诶，你来啦！大诶，紧来啊！阿某诶，啊，大诶啊！老规矩，啥物代志你敢着搁问我是？你会记你较早伫咧别家庄，你互阮招的时阵啊，啊你若是伫咧爱讲话啊，我是安怎对付你，你大概拢袂记的吼。阿某啊，妈啦，拜托啦，我莫讲，我莫开喙就好啊嘛，我规气莫开喙就好啊嘛。手放落来，手放落来，手压后，手压后，无听到无？喙擘开，擘开个啦，讲我开个啦。看你后摆爱搁讲话无？上个啊，哈，来，好，庆瑶无出去吼。哈，上，庆瑶敢毋是无出去？无啊，好，那安尼你带咯，咱来去庆瑶的房间。好，行。是。
紧的啦，开门啦！哎呦喂啊！哎呦呀！无我的温顺，你是要找死性？是我，唔是我哦，迄是夫人甲我塞入来的哦。遮无你的代志。你去命人准备接宴酒。是。小等下，嗯。门顺手锁关咧，只要袂去，互伊走去。有听到无？是。无啊，夫人啊，你伫咧讲互啥人走去啊？你家己心内明白啊。夫人啊，我看你也是去外口一个，我换一件衫咧，再来去陪你吼。啥？你要换衫？我都爱小去外口啊！你唔通袂记得我是你的宝囝？哼，我都知咧，这个入府都感觉有问题啊！哼，看每一个人奇奇怪怪。哦，即马我已经亲目睭看到啊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哈？无啊，你是伫讲看到啥个啊？哈，你安尼一入门，两言两语啊？本大将军的脾气是无甲偌好哈，你爱较小心一下。啥？你叫我较小心咧？无啊，我是爱小心啥物？小心你害我死！嘿啊！你这个无良心啊！我嘛啥无情，无遗憾，你将我放上在四川。我就无来找找你，咱夫妻相逢该用的武器。你是要创啥？你啥？无你要创啥嘛？我要看，看啥？我要看。哪有啥会通看？啥啊？你跟我啥？我要看，我要你出去跑！啥物？我连哭都袂会哭，你这个无良心的！你贫夫人哦，有身份去高言来对付本的，见面含软该不问，有时现量就加文。这个所在也无外人，什么人会笑我不贤呢？除了有另外他人，要无就是面出来迄个查某。你怎啊伫咧骂啥人啊？你讲我要骂什么人？我哪爱讲啥就讲啥啦！面出来迄个查某，你赶快出来！你不会见笑，你不会见笑，你出来！啊啦，唔准你骂！我偏要骂，你若骂我就……你怎啊啦？你害我死！你害啊！你若甲我害死，我同款也是咧骂。你要查某，你见笑，你害，你害嘛！哼，出来！要查某，袂见笑，你出来！出来啊！根本就无人嘛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请你紧开门啊！入来！大将军，拄则兵书来报，蔡地国郡主已经走了呢。走！蔡嘞，我早就怀疑讲你向连大将军献身是有目的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连大将军已经受你围剿，你是安怎要鬼鬼祟祟逃走？啊？你后面的是文正派，你为什么要伤我？
我是奉旨要杀你，要死你一个明明白白。